上帝家酒，在咱中间一寸，一寸咱应该行的路，是黑暗不到我，真将伊叫外出，在主上帝家酒咱受恩助。第547首。388首。咱这首吟一遍就好。时间交互敬拜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早晨，神的儿女们聚集在这里，相信圣灵要大大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热情的来敬拜神，哈利路亚！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传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主耶稣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兴起，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为我们敞开，天要敞开，
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海信息，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做奇妙事。主圣灵，我们欢迎你，主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海信息，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做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把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你赐下爱，洗净我们的罪，因着你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自由，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都因他活着。神才爱子主耶稣，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神才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才爱子主耶稣，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宣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
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再一次将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你就在这里，你行走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国话，予阮有新的愿望。你听阮，赦免阮，阮所有的拢属于你，阮的心感谢你。我心内感谢。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于你。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于伊。主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受死，你引我到一生，要学落主无停，来靠主做牵引，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伊听我，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于你。我再来感谢，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于你。主
主兄弟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引我到伊心，要学路主无天，来靠主做指引，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主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引我到伊心，要学路主无天，来靠主做指引，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咱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早起，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主爱的天父，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囝主耶稣，主耶稣为阮伫死搁活，互阮因为有这样的恩典，会当甲你重新相结连。主啊，感谢你为阮忍受十字架这么大的痛苦，互阮若死一样的性命，重新有活泼的愿望。你的疼这么的大，阮要怎样来报答你？独独学你的样式，放弃阮家己自私的享受，将你的疼分享予世上遐个失迷的人，互搁较侪人会当得到拯救。感谢俄罗主，愿阮今早起的敬拜甲俄罗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阮安尼的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将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主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主。哈利路亚！阿门。请坐嘞。
八时中的大早啊，恁着将关灵、银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因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银光归予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院，着用圣洁的双塔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摇摇带。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咱三个人用信息来学罗上帝。信息第22首，主上帝正手，请大家起立吟全首。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你，写出恁爱关灵的话，咱唱拄甲失败，咱心里甲目屎，伊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主上帝。咱中间之处，一处咱应该行的路，虽风雨打我，只用伊行歪错，伊主上帝正受咱受因带，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咱大家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俄你，你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上帝。主，你用你的正手，伫阮的性命显出仁爱甲权能，引带阮所应该行的路。虽然阮拄着黑暗雾罩我，真容易行歪错。伫主上帝正手，阮受引带。你也伫阮的中间扶持着踏跋倒的人，医治破碎肉体、心灵忧伤的人，想使阮万仁爱、信心来倚靠上帝，成做一体。恳求主透过你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互阮的罪得到赦免，想使教义的恩典，互阮心内谦顺温柔，顺服伫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伫你的施恩的宝座前，真心真性、真意真力来服侍你，照主你的旨意来跟缀你，互阮学习你有力通担一切潮磨、艰难甲困苦。阮也特别为着身体软弱、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恳求圣神来怜悯、扶持、安慰甲帮赞。伫祈祷当中坚固阮的信心，常常来倚靠你，来信靠你。
阮也恳求信神，诚做阮下前的顶路上的光，引带帮助阮行过死的山谷，互阮通过逐样的试炼。感谢主的恩典，带领众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敬虔摆咧伫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恳求主施恩赐福伫今仔日的礼拜，所有服侍人员甲众兄弟姊妹，诚做芳芳的地献上互你。愿阮的祈祷亲像哪香摆咧伫主你的面前，诚做欢喜的祭，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咱三个来启应文第58，罗马书第8章，伫信息后面剩103面。我来启，请大家来印。关系这的代志，咱要怎样？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竟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骄傲。才有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咧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还是将来的，对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献诗，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是《中西正信徒信用亲》。虽然花最深，我听你拢无停。忧伤若苦海，毋免惊，着进前。我要陪伴你，互艰难变祝福，引带佮保护，互忧伤变快乐。
感谢信歌队的献诗来讹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做念新的诫命，相对咱的祈祷。你着真心、真实、真意听出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大条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主。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袂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大家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17章第50到第80节。耶利米书第17章第50到第80节，伫旧约圣经852面。显着的我来读，请大家来听。耶利米书第17章第50节。耶和华安尼讲：既然我靠人用肉体做伊的手，伊的心离开耶和华的，迄号人受咒诅，因为伊要亲像旷野的道上，福气到的时，伊看袂到；要踮伫沙漠打扫的所在，无人徛起会咸地。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我靠的，迄号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在的树，旋伊的棍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叶悠然要生喙，伫打扫的年拢无看路，搁加子无煞以上。讲道，请国是牧师来讲道。牧师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长久之计，请大家注心来听。时间到，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你捌看过100年的企业无？也是100年的老店，真少。你捌住过200年的饭店无？真少。这叫做久长的企业，久长的企业。我相信有真侪人经营因的事业，会当经营到100年，会当经营到200年，甚至欧洲有的品牌，伊已经200年、300年。我捌去德国，阮住迄间饭店，听讲是200-300年，还佫招待过达赖喇嘛，有一间房间招待过达赖喇嘛。真侪饭店有名人住过，爱着甲做一个纪念。邓丽君伫泰国不幸发生伊气喘，伊鼻骨压起来，然后伫清迈迄个所在不幸送病院。伫送病院的过程的中间塞车，拄好伫下班的时间大塞车，然后伫救护车未到病院的时，就已经差不多得要无气啊！所以迄间饭店就将迄个房间做邓丽君的纪念室，所以有真侪怀念邓丽君的人去遐参观，去遐对思，去遐甲伊笑脸。这是久长的计划，伫咱的心中，咱敢有去想着讲，咱要安怎互家己会当有久长？我相信咱的生命可能是非常的短。有一日，咱会离开世间，总是咱要留什么，互咱的囝儿孙，这是嘛是咱爱去思考的。有人留了信用，有人留了伊的资产，有人留了伊一生的名誉，有人留了伊一生所积聚的，互伊的囝孙。总是咱做基督徒的咱，要怎样伫久长做一个较长远妥当的拍算，伫信用内面，信用一世人，信用嘛会当传承互咱的后一代，也是影响着别人。咱讲性命影响性命，这是咱基督教内面，咱讲咱用咱的性命来影响人的性命。
这是咱爱去思考的代志。咱三个来祈祷。特别阮伫你的面前摆咧阮的祈祷，阮伫敬拜中间，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你的圣神来来摸着阮的内心，互阮的心来仰望主，互阮的心来靠慕主。恳求主你帮助阮，除了你的话语，除了你的真理，除了你的活命，互阮行伫永生的道路顶面，互阮的生命虽然短暂，总是阮有一日会到永远的天国伫遐，甲主你相见。恳求上帝帮助阮，诚做有活命、有气力、有见证的基督徒，愿上帝你听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当咱接受上帝、接受咱的主，我相信信仰嘛是一个久长的代志。所以咱接受信仰了，毋是一时的，是永远的。所以咱嘛要有伫信仰的内面来做久长的安排甲计划。所以咱每一日会当来，咱每一个主日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这嘛是你一天你的规划甲安排，敢毋是？就一点钟若定。就点外钟若定，咱看生活队，因每一个礼拜日，因8点外就爱来教会练诗，然后服侍侍奉。因伫礼拜六嘛爱来练歌，因有一个练歌的时间。甚至看到侪侪同工，因伫星期六伫周末的时，因拨因的时间来团练，来侍奉。甚至拜六透早都有兄弟姊妹来摒扫。我相信这个人伫伊一生的中间，将这个时间已经甲伊献伫上帝面前。除了礼拜时间以外，因用搁较侪时间来摆咧伫主的面前。所以咱伫生活内面，咱爱有做一个规划，做一个安排。我的阿祖的爸爸第一代信徒，也是阮迄个庄头第一个信主的人。甚至我阿公的阿公啊，我阿公就信主啊，所以伫迄阵啊，拄着无平安的代志，拄着无平安的代志，因咧讲服侍迄个信理的迄家伙啊，因是大地主，因是信主，所以就甲伊讲，无你来信耶稣，所以阮的祖先就去信耶稣就对人去信耶稣。伫迄个庄头算是第一户信主的安尼传承落来，因信主了，可以当传承甲我这代，我相信这是无简单的代志。我相信真侪老教会拢有老信徒，我相信咱的教会应该嘛有老信徒。愿主帮助咱伫信仰的内面，咱熟悉咱所认捌的上帝，相信咱嘛爱搁倒来认捌家己。真正会当了解人甲上帝的关系，安尼这才是重要。因为上帝是真做咱的帮助，真做咱的倚靠，真做咱的主宰。真侪台湾人足爱去问神的，咱敢有问过咱的神？所以信仰的伫内面，咱嘛爱常常来问家己：咱对上帝有了解无？还是上帝有了解咱无？所以人类其实拢一直咧问讲，咱人是啥物？咱人活着有啥物价值？咱人活着有啥物意义？苏格拉底讲：我无比别人较敖，因为我比别人较认捌家己。所以当咱人咧超出家己的时，伫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中间，人咧认捌伊家己。所以苏格拉底讲：我无比别人较敖，我只不过比别人认捌较家己。所以你敢有认捌你家己？愿主上帝帮助咱透过上帝的话，咱来认捌上帝。但是咱嘛对认捌上帝，搁来了解咱人本身。所以咱嘛爱了解人甲上帝的关系，透过上帝的话语来了解咱家己。那上帝的话语对地来，旧约的先知就是传达上帝的话的人，因是上帝的工人，嘛是上帝的代言人。因传达着上帝的旨意。旧约圣经有几来位先知，亚利米就是其中的一位。除了以赛亚落，就是亚利米。咱讲大先知，以赛亚，那以赛亚下来就是耶利米。那亚利米这个先知，伊所讲的话变做亚利米书，伊
以及亚利米哀歌。咱看到亚利米哀歌，就知影讲，哇，即个人敢若真悲惨，即个人敢若有较负面吗？毋是，因为伊实在是足疼犹大国，足疼伊的百姓，伊讲的话拢无人要听，所以就伫遐咧哭，流目屎，这叫做流目屎的先知，哦，流目屎的先知亚利米。亚利米伊常常流目屎，传达上帝的密示，伊受难甲折磨，最嘛是为着要互伊的国家会当继续延续活命。好，咱讲咱伫日本统治的时阵，听人讲天皇万岁哦，中华民国嘛会讲万岁哦，咱嘛会讲蒋总统万岁。蒋总统嘛去见上帝啊。所以咱听人讲咧讲万岁万岁，伊嘛是讲要互伊的国家会当继续延续，但是已经看出一个危机，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已经兴起，对犹大国产生危机。所以犹大国遭受了这个危机，先知伊真艰苦。亚利米差不多是耶稣出世进前600多年，主前600年，伊用呼召来做先知。伊用伊的目屎，要来唤起这个国家，会当去继续延续百姓，延续这个统治，这个国家会当去继续延续。但是伊看到危机，所以定定为着这个情形流目屎，伊传达上帝的密示。当时犹大百姓已经离开上帝，但是外面有危险，内面的人无要敬拜上帝。所以国家对君王、到领袖、到百姓，拢离开上帝去拜偶像，道德对立。所以做一个上帝仆人，伊忠实传达上帝的话，但是无啥人要插伊，所以伊伤心流目屎。所以伊嘛是真受难折磨的先知，因为君王、首领、祭司、百姓真少人要插伊，所以对安尼，阁有人攻击伊。就是这个假的先知破坏伊的预言，所以开始逃难，有当时去用掠受侮辱，有当时去用关，有几若摆伫死内逃生，所以内心痛苦比外面的挫折搁较大。所以为着君王甲百姓背逆甲疑心，无愿意顺服，无愿意顺服上帝，无愿意倒来悔改认罪，倒来到上帝的面前，伊就真愤慨。所以为着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伊忧伤，伊过年，伊多年遮个苦心工作，伊感觉无效果，所以伊真艰苦。伊何等的艰苦，何等的受难，这就是流目屎的先知亚利米。当犹大国拄着这个危机的时，安尼要安怎？只有归五主，倒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国内感觉讲爱靠埃及。才会当来牵制，才会当来阻挡巴比伦的势力，所以安尼敢是真正？其实咱台湾嘛面对即个现况，咱到底是要挖倒一边？其实咱的国家嘛处着伫即个处境的中间，所以咱来当来到上帝面前，来看上帝互咱的旨意。所以亚利米主张什么？亚利米主张百姓毋通搁去侍奉外邦的神。只有倒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因侍奉外邦的神明，敢若变做是外邦人。亚利米伊宣告审判的来临，伊嘛呼吁人爱悔改，希望百姓会当伫这中间得到医治。伊相信上帝赏赐一个好的牧者互因，而且上帝会应允百姓有一日。会对受掠的地搁转来，所以当危机来时，国家若无听苦劝，无有做伙计划久长的计划的路，最后有可能到灭亡。所以面临国家危机的时，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智慧，嘛对于亚利米书的中间来学习宝贵的教训。所以第一，咱挖靠上帝是咱信仰的根基。
咱对耶利米书17章第5节，咱做伙来读来。耶和华安尼讲：既若我靠人用肉体做伊的手，伊的心离开耶和华的，迄号人受咒诅。耶利米安尼讲，我靠人的肉体做伊的手，就是意思去我靠人，无要我靠上帝。心已经无伫上帝的心上，已经去我靠人，感觉人较好。所以耶利米即个宣告，就是讲上帝甲百姓所立的约，即个百姓既然无要我靠上帝，去我靠亚述迄去的人，无要我靠上帝，离开上帝，就是离开即个圣的约定。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安那讲你着爱带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其实着已经甲摩西立约，嘛甲以色列百姓立约。即个立约是全犹太人、全犹太百姓立的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耶利米讲，人血肉的手骨，人血肉的即个手骨，就是讲人无倚靠上帝。所以，人若无倚靠上帝，真紧着倚靠伊家己所倚靠的。即个肉体，即个肉体就是代表人的意思，代表人的软弱，代表人是无法度通靠的。所以，咱来倚靠上帝独一的真神，咱的信仰是倚靠上帝做咱的根基，做咱的基础。所以，咱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咱的心离开上帝。咱的心若离开上帝去靠人，安尼咱做基督徒的咱就无有上帝的恩惠稳定伫咱的心上。所以，这心就是安那，咱爱将咱的精神、咱的身体、咱的全人来倚靠上帝。耶利米将性命来比作树，所以对第6节，咱就真清楚来看出讲，咱做伙来读吼，来第6节来，因为伊要亲像旷野的路上，福气到的时，看袂着，要踮伫沙漠打扫的所在，无人徛起的咸地。所以讲，即丛树啊，那亲像旷野的路上，伫旷野的树安那，第一无水，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歹。伫旷野沙漠，即个气温的落差真大，早暗的气温落差真大，所以真少生物，连草仔嘛真发无啥会出来。所以即个路上是活了足艰苦的。即个路上是活伫遐安尼生存，则足辛苦的。所以耶利米将性命来比如做树，所以人若离开上帝，就那亲像一丛树仔发伫个旷野，真恶生存。人嘛无离我，伫即个旷野要安怎生存？所以讲，咱人爱想看觅，咱到底要倚靠啥物来倚？无倚靠上帝，人就亲像即个沙漠的路上，袂冒生，活了真辛苦。生存了真困难，可能有一日一个气候变迁就打死啊，就孤单去。所以即节就是咧甲咱讲，亲像活伫迄无人徛起的咸地。当倚靠人来赢过倚靠上帝，就那亲像活伫个旷野的荒地，无咧性命活了真歹，袂水。即个沙漠中的树仔的光景就亲像安尼。而且佫亲像无人住的旷野，所以靠人无靠上帝，这心无法度结出结果，活了真孤单，因为遐无人出力。所以受难的人无人安慰，伫旷野无人安慰，无希望嘛无未来，伫遐嘛无快乐，一片的死寂，是毋是？所以咱人嘛袂当讲独立靠家己，人的比作是。为着要倚靠上帝来存在吼，所以当咱用别个物件来取代上帝，就会失落，就会陷入困境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毋通孤单一个人，咱来用团体气力，做伙伫咱的教会，互相彼此来关怀、安慰，互相扶持。咱毋通干那一个人无要参加团契，你会感觉你会足孤单，亲像旷野的路上一样。愿上帝帮助咱，无人伫徛起伫咸地。愿上帝帮助咱，
亚利米讲，即个性命伫旷野的道上，伊的活命，伊的性命袂水。如果咱若靠钱财，敢会带来着欲望？钱财嘛会变动，钱财嘛会因为经济情势来受变动，财物瞬间嘛会消失。伫箴言23章第5节有讲，你兼要注目伫迄个空虚嘛？因为钱财家己要发泄，亲像鹰鸟飞就天。这是箴言甲咱讲。所以我靠钱财敢真正靠会着？咱做伙读吼。你兼要注目伫迄个空虚的吗？因为钱财家己要发泄，亲像鹰鸟飞就天。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钱财嘛无一定靠会着。咱敢会当侍奉钱财，搁侍奉上帝？咱袂当侍奉两个上帝，搁侍奉上帝，搁侍奉即个马文。马文就是钱财意思。伫马太福音嘛有甲咱清楚的提醒，咱无应该完全将咱的心思放伫咧钱财身上。钱财伫对，啥物就伫对，你的心就伫对。所以钱财毋是完全会当通挖靠的，求上帝赐咱智慧，赐咱判断的能力。咱毋通侍奉钱财，搁侍奉上帝。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嘛有甲咱讲，毋通无得下因的欲望伫无定着的钱财，着下伫万米，伫满满互咱享受的上帝。只有上帝会当互咱有满满的享受，毋是伫这钱财顶面。第二，咱要挖靠权力吗？咱认为权力靠会着吗？如果这个权力若互咱靠会着，安尼上帝开力就较输这个权力。上帝的开力是较赢权力吼，因为权力有可能会因为政治的转变、政治的转换。约瑟是因为法老王甲伊提拔，替伊解绑，伊做宰相。经过几若代了后，即个政治已经轮替。到伫摩西迄个时代，已经毋是进前约瑟迄个时代的朝代。所以当朝代改换的时，新的统治者讲，已经袂记得约瑟的功劳。已经袂记得迄个犹太人迄个约瑟安怎帮助埃及度过7年的丰年，已经袂记得啊。所以犹太人变做啥物？变做奴隶，变做伫遐烧庄啊。伫历史的考古内面，有可能因参与了去金字塔，可能就是遐种足侪奴隶其中的一个。当即个反埃及国度强势的时，因伫国内有足侪做奴隶的民族，犹太人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当权力转换的时，有可能拄着政治转换的时，咱看到伫国共内战的时吼，本地是地主的，后来互斗争，拢爱去流放。原本做工的人就出头，习大大就是这样起来。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政治嘛无一定完全靠会着，求上帝帮助施恩伫咱的心上。钱财甲权力拢是无法度挖靠的。第二，咱要定根伫上帝的内面。耶利米挖靠上帝人，就是安那，亲像栽伫水边的树。栽伫溪边的树，安尼咱有想到诗篇第1篇无？诗篇第1篇第2节、第3节嘛有安尼讲，咱做伙读吼。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所以圣经真甲咱清楚。所以耶利米嘛根据诗篇。你来勉励犹太人，爱转来到上帝，爱明日三思上帝的律法，来亲近主，毋通搁去拜偶像。
所以耶利米嘛用安尼话来勉励咱，互咱来领受上帝的福气，亲像栽伫溪边的树，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去，所做一尽亨通，甚至是打扫的季节来时嘛毋惊。其实咱足惊的，咱台湾足惊，为虾米？差不多伫热天还袂来进前可能北部较袂感觉着。其实中南部无啥雨水，无啥雨水。我逐摆转去中南部，逐工拢出日头，差不多过苗栗差不多过3月过就无啥雨啊。伫3月有当时佫会拄着落雨，新竹遐有当时台北乌阴天，差不多过3月落行落去就拢好天一直好天甲南部去所以伫热天还袂来进前，足容易安那抗旱欠水，欠水。所以有一句话讲台湾欠水无欠雨，以色列安那欠雨无欠水，为什么以色列因欠雨无欠水？因为因的水感觉足宝贵，拢家己收集起来，拢家己收集起来，好保存起来，咱是做良常用所以咱会烦恼讲，无水的时阵安怎？就爱禁水但是上帝话甲咱讲安那，伫即个欠水的时，毋免烦恼，毋免烦恼，毋免烦恼。阮上帝帮助咱，瓦克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的瓦克的人，迄号的人才有福气，迄号的人才有福气。树啊，不管种了偌好，树啊不管活了偌好，伊要活好，土壤非常的重要。即个好土非常的重要，毋是咸的土。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会当瓦靠奠根伫上帝的内面，互咱的土壤伫好的土壤的内面，互咱成做一个生存好的树，咱有好的土壤，就是伫上帝的家、甲上帝殿、上帝院，就是活伫上帝道真理内面，这是真重要的土壤。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知影讲，我靠上帝的人，掠耶和华做伊所我靠的人，迄号的人毋才有福气。所以人甲上帝关系真重要，真重要。所以当咱我靠上帝，就会得胜，无就会失败。咱若甲上帝无好，那亲像一拍电火安那，接触无好，要倒哪毋倒，迄有当时电火用久了会变红，就是已经接触无好啊。有当时一直熄，种电火足插目的，只有甲换掉。所以咱甲上帝关系毋通亲像接触无好的电火，即个电火扑一定爱甲即个电源接触好，才会发光。咱毋通成做迄个接触不良的信仰的人，要倒哪毋倒，要花哪毋花，安尼哪会当得到上帝的福气？所以咱定根伫上帝的内面，定根伫上帝话语的内面。但以理甲约瑟，因为专心倚靠上帝，拄着遮大的艰难，拄着遮大的患难，因安怎无得到灭亡，无得到失败？只有倚靠上帝的人，才是久长的计划。愿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亲像溪边的水，照时结果子，淹裂到无惊，叶仔犹原青翠，咱做伙来读来。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旋伊的根伫河边，淹裂到也无惊，叶犹原要青翠。伫打扫的年拢无化露，搁结果子无煞。伫打扫的年也无化露。这就是咱的恩惠有够也滥用，上帝恩惠有够也滥用，所以咱也亲像栽伫溪边、水边的树，这个根已经旋到足深的所在，伫抗旱的时，伫欠水打扫的年嘛无化露，要搁结果子无煞。9月地动了后，伫德山足侪人种地叶。因地动了后，第一个时间，
因911是暗时发生嘛，过工厝除了有个人厝倒去厝无啥物受伤害的人因第一个时间去巡啥物货？去巡地园，因为迄水沟拢带断去你这地园若无压水迄地叶就安那，就插火打去，迄日头晒来就乌有去就无收成所以因第一个时间是去看因的地园，因为袂当断水袂当断水一旦断水，就无啥物收成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水对生命非常的重要。所以水安那对树仔偌重要，上帝就对咱有偌重要。所以咱爱伫好的土壤，甲爱伫好的水源。愿咱伫上帝疼痛的内面，拄着任何艰难困苦，拄着任何严厉抗限，拢无啥物跨路。这是上帝是咱应允的主，伊要互咱照耶利米所讲的话来赏赐互咱。所以咱毋通真做一个无追求、无信靠、无要发金、无要吸收，安尼咱就袂当领受着上帝恩惠甲恩典。咱藉着亲近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的根会当定根伫上帝真理，定根伫教会内面，来得到上帝恩惠甲帮助，亲像栽伫水边的树。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生物学家甲一个生理人，因做伙去散步。这个生物学家呢，就讲小停一下，伊听到有虫咧叫的声，就找，找到一只小蟋蟀，看到一只蟋蟀仔，就徛，就讲朋友你看，你有听到迄个虫咧叫？迄个朋友感觉，迄个生理人讲这有啥？这也无啥物稀奇，就一只虫尔，哪有啥物好稀奇的？迄虫也袂当做啥讲你注意甲看，虫咧叫，这只蟋蟀仔咧叫，伊就听到这个蟋蟀仔咧叫的声音，哇！这个声音就是安那大自然的声音。你搁注意看，有这个鸟仔咧唱歌，这是上帝的创造。无久，因就离开这个野地转去到市内，就伫咧市内咧行。这个生理人讲，等一下，因为伊骹踢着十箍，你也看，有这个音角的声音，就讲，你也看，我摕着10箍。什么种的人就听到什么种的声音？你听到什么种的声音？生理人听到钱的声音，生物学家听到万米的声音，昆虫咧叫的声音，虫摊咧叫的声音，雀鸟咧叫的声音。做生理的人听到钱的声音。你每一天听到什么种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日，你拢听到上帝的声音，咧甲你叫。咧甲你讲话，这就是咱每一天祈祷的时，上帝所予咱的回应。咱同心来祈祷，希望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来祈祷，愿上帝帮助阮，阮定根伫上帝真理、上帝话内面，这才是久长的计划。愿上帝帮助阮，互咱生命是活伫主的内面。有主参与伫阮的生命内面，真做阮的帮助，真做阮的倚靠，真做阮的指引。互阮无行歪错，互阮行伫正路的内面，就是活伫上帝所甲阮教导指导的路。因为耶稣你讲你是生命真理，你是道路。愿上帝帮助阮，互阮每一日会当甲主亲近，来听见主你对阮所讲的声音，帮助阮。阮的信仰是定根伫上帝内面，是定根伫阮所出入的教会。阮来教会是较无上帝，较无主。愿主是阮帮助阮，阮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进度甲勉励。咱三个来因回应诗信息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请坐。咱三个来用感恩的感谢的心来奉献，请所有的人工来支献。来认同的是。我的志愿献予你，因主拢叹你情。我的才知你受死，甘愿因你做旗鼓。阿门。请坐。咱大家三个来读今仔的金句。金句记载伫耶利米书第17章第7节吼。咱大句来念一摆。我靠耶花，耶花对伊所我靠的，伊互人有福气。耶利米书第17章第7节。咱三个来关心教会的事，今日有第一届来咱当中吼，甲咱同齐来聚会，有刘如秀姐妹哈，刘如秀姐妹，我们欢迎她来到我们当中。她是从美国哈，从美国来的，是那个傅维基亚的新妇哈，伫美国来特别转来哈。咱特别来欢迎吼，咱唱欢喜歌。欢迎你吼，咱一摆的欢迎，永远的欢迎吼。咱同齐来来到礼拜堂来敬拜上帝我们真欢喜你好，来，咱大家来关心教会的事本会消息，教会伫寿兰州安排特别的聚会，伫礼拜三祈祷会有抹油礼，礼拜四有洗脚的礼，礼拜五寿兰日有圣礼礼，敬邀请会众来参加。第3月24日的主日是当受主日，是耶稣受难周，请信徒伫这周间以安静的心，甲主同受苦难，尽量避免喧哗甲摇乐的行程第3受难日3月29日拜五暗时8点，伫教会举行耶稣基督受难日圣餐礼拜。请大家以恭敬敬虔的心来赴会。第4，搁偌济，3月31日，搁偌济赞美礼拜，
连下礼拜上午9点，请大家同齐来敬拜庆贺领受救赎国我的性命，大灵甲五万。请这请以恭敬的心来备办个人的感恩奉献。第五，本会信的奖学金申请学生自费离出席达到2/3以上，对2月18到今仔日截止吼。第六，昨日世界母语日的系列活动，马街甲北台湾来探寻泸州长老教会小旅行吼。讲师是蔡依民教授、国信牧师，出席约50人。第七，圣乐队招募队员，对音乐比赛有意愿的，请圣乐队队长、评委员执事李娟牧师来报名。第八，教会招募音控的同工吼，请干事来报名，然后将选择日期来举行音控的训练。第九，每礼拜三暗时8点伫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会读圣经、守望教会、天主大道。咱顶礼拜有陈张律师甲陈柏如，今日敢有来吗？无吼，咱无要紧，咱请大家来三角来关心甲大道吼。团契消息：第一，双年团契第3月24日下主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10点40分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主理是富冈教会刘德昌的弟兄吼，甲全如的姐妹。主题是背景甲今日上帝，欢迎兄弟姊妹同齐参加，有备办中昼顿。第二4月27日拜六宜兰赏金1日游吼，这报名已经额满吼。第二，儿童助理学3月31日国华节赞美礼拜结束了后，伫教会2楼举办亲师座谈会吼，邀请助理学学生家长，也是想要了解儿童助理学的家长来参加。仪礼相通，请为厝外长兵求学工作青年来祈祷。咱也特别为着咱的机体吼有病痛，兄弟姊妹也是心灵忧伤的来关心甲代祷，也为着各种教育会考5月18到19，本会宜恩戴权甲新雅来祈祷吼。咱也特别为着乌俄战争甲以巴战争会当早日和平吼来代祷。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平安。好，咱24号吼，迄个礼拜就是受难周吼，所以咱会当照咱教会的规矩啦吼，就是讲迄礼拜咱尽量都无尽量莫有车花宴乐的事吼，甲耶稣同受苦吼，因为对中秋主日开始吼，24号就是中秋主日，耶稣入耶路撒冷城，对于迄日开始到耶稣受难，到耶稣过活吼，即个礼拜吼，咱叫做受难周，受难周。咱拜三的祈祷会咱拜四佫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吼。拜五咱是受难日，咱会伫咱的教会有一个受难日的礼拜，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咱通常咱是受难日拢是西区联合，咱即届咱教会咱家己办，咱着兄弟姊妹尽量出席，尽量出席。因为你若去别间教会，停车可能无方便，佫有交通的问题。即个场地咱的教会礼拜堂看看，佫影响嘛足深的。伫即个设备的内面，咱做伙伫即个空间礼拜堂做伙来甲耶稣同受难。这是大家做伙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受难周。拜三祈祷会，甲拜四有一个洗脚礼，拜五有守圣餐甲即个受难日咱会当会记得上帝帮助咱以上。咱三个来上音买面诗，圣诗第388首，因光归圣父上帝，请大家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
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咱做咱领受上帝所。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对这事到永远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会倒闭会。